漫画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现代人嫁娶晚，甚至有诶嫁娶了后，伊也无的确要生囡仔。国情也想到较早吼，台湾俗语，咧劝人嫁娶诶话，国语也袂少，咱捡几句出来，互相研究一下。头一句有当着吼，若查甫诶较晚娶，厝边诶人都会甲劝啦，劝讲吼，你毋好安尼啦，无母无教，穿衫会破肩胛头。这就是传统农业社会。若讲穿衫破，拢嘛是妇人人，厝边诶祖人咧补，毋则讲吼无母无教，你穿衫都会破肩胛头，也无人甲你煮饭、洗衫、补衫。总是即马男女拢平等，大家拢嘛爱学一手会晓补天诶工课，拢嘛爱发到家内家外诶代志。毋过即句俗语话本意，就是咧劝查甫人讲爱较紧嫁娶咧。当然无某就无某，哪会佫讲无教？即句吼是对后尾一句话咧加强口气啦，无某无教啦，无某尔吼，也无半个囡仔安尼叫做无教啦吼。毋过吼也有咧劝咧，嘛有咧劝人讲吼，嫁娶毋好遮赶紧的呢。真侪女性伊面对讲年岁到啊，若讲厝边的人咧催咧赶，有当着一句俗语话就咧提醒哦，提醒讲吼，结婚婚姻大事这是终身来拍算，你毋通赶紧，因为紧捧无好势。紧嫁无好大家，观众朋友你注意看，那台语的汉字“大家”正是写这两字。你讲大家好，迄个大家咧，迄个“大”是着落中原迄个“着”，堆着的“着”，迄个才叫做大家的“大”。这两字台语的读音就是大家，紧嫁无好大家啦。总是一人一片理啦，赶咧赶，慢也咧慢。我若讲毋嫁娶，你讲无母无教，穿衫破肩胛头。我若赶紧要嫁娶，你讲紧捧无好势，紧嫁无好大家，两边拢有代志啦。毋但干那两边有代志，连做中人的嘛有代志。啥做中人？嫁娶的中人就是毋人你。社会上有一款人，你甲伊斗牵代志、斗接代志，你若保证讲伊做会成，毋就好。你若无法度甲法律收尾，伊阁会甲你怨叹。这俗语咧讲，就是讲做毋人，就爱阁甲人包生囝。即句话那真趣味。无啦，我做毋人尔，我哪有咧甲你包生囝？吼，确实嘛是有人真正遮爱计较，公亲有当着啊，无应该变事主，这嘛有哦。过来，咱过来讲吼，有一句俗语话咧讲，讲过去查某囡仔赶紧要嫁，赶紧到什么程度？赶紧甲讲，人好好咧，好好意要甲讲，伊毋家己意向的人，什么条件佫较歹，伊嘛规个心肝要对去。即句俗语讲，红顶四桥光毋行。大屁仔紧对人走，总是这是咧批想讲是安那样，目睭安尼袂晓选择，红顶四桥来甲你讲毋行，好好甲你礼待，你毋叮当，结果大屁仔紧，也无半项你就对人走。毋过国情今日即句俗语话要甲颠倒头讲，无论红顶四桥还是大屁仔紧，人生啦，人生拢是家己甘愿，家己担当就好。人查某囡仔就介意要大屁仔紧对人走。你做爸母的身躯边的人，毋免甲多计较，你着要甲祝福，因为甘愿，伊就会家己去担当，去食甜食苦。因为结婚，毋则有一句俗语，三成讲人讲爸母生囝细传细，有影啦，爸母若年老，咱做事势，就是爱看顾。